級大火，到而家已經造成13死15傷，包括一個消防員喺救火嘅時候殉職。另外仲有多個人被困大廈裏邊，唔少居民要四處尋親。我哋兩位嘅記者一直都喺火場嗰度睇住最新嘅情況㗎。而家就睇一睇而家現場情況係點先，轉頭仲同佢哋傾下。大火燒咗近8個鐘係仲未救熄㗎。我哋見到多個單位仍然係冒出火光。大火係喺下晝近3點起火，屋苑8座都搭起棚架去維修，所以火勢係迅速蔓延。民政處開放5個臨時庇護中心，安排旅遊巴接載受影響嘅居民離開。行政長官指示啟動緊急事故監察同埋支援中心，全力去滅火同埋救援。受到大火影響，聽日係有6間嘅學校停課。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事故嘅遇難人員同埋殉職嘅消防員表示哀悼，對遇難者嘅家屬同埋受災人員表示慰問，要求全力以赴撲滅火災。大埔宏福苑嘅火勢入夜之後仍然未受控，更有越燒越烈嘅跡象，不斷有火舌從火場跌落嚟，而且不時傳出爆炸聲。消防處話，屋苑8座大廈有7座都起火，夜晚6點22分將火升為5級。多個單位火光紅紅，消防相信要等救熄之後，先至能夠評估有幾多單位受影響。不斷有人被救出，截至夜晚8點，至少有9人當場證實死亡，仍然不斷收到有居民被困嘅求助。有市民同親友失聯，自製紙牌舉起家屬嘅姓名。有冇鄰居見過葉炳圖先生？喺火警現場一帶尋親。希望有人答我，有人見過佢。我想要一個平安㗎咋。這家人喺入邊啊，打唔到電話，我屋企係雲梯啊！佢哋冇，我唔知有冇通知過啊！你冷靜啲啦，冷靜啲啦，佢哋需要我哋嘅支持㗎。你4個人都喺入邊，我知道啊，個個都係，我屋企人都係。消防處話，每棟大廈都已經委派一個高級消防區長負責搜救，但承認救援困難。現場咧，其實有個別嘅樓層咧，都係個火勢都係非常之猛烈啦。喺現場嘅溫度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咁我哋同事上去進行滅火嘅時候咧，都遇到好高溫嘅情況。咁同埋咧，仍然有啲求助嘅個案咧，我哋喺樓層嘅上邊咧，我哋係未去到嘅樓層。不過我哋已經喺我哋嘅控制通訊中心裏面咧，已經再打電話同呢啲市民咧去保持聯絡。咁我哋一能夠進攻到上去上面嗰啲單位咧，就會帶佢哋去一啲安全嘅地方。消防處話，如果仍然有市民被困，最好閂好門窗，跟住用濕毛巾同膠紙封好門窗同門邊。火警喺下晝近3點發生，最先起火嘅係宏昌閣，之後波及其他大廈。其中一座大火由低層一直燒到頂部，成幅棚架都起火。我落樓嗰陣就見到宏昌嗰度地下外牆嗰個呢啲網咧已經着咗，燒得好犀利㗎啦已經。同埋咧有好多嗰啲好似火屎咁樣咧周圍飛，咁佢一飛落嚟咧彈到去嗰個垃圾站，垃圾站就着埋火，跟住佢到即係總之佢嗰啲火一彈到邊度咧就邊度就着，然之後跟住咧佢就彈到去個隔離座同埋我嗰座雲泰外牆嗰度全部着火，冇警鐘乜嘢都冇，係咪爆炸聲好響嘅砰聲咯？嗰啲我唔知係咩聲嚟㗎。垃圾房同第6座起火，好犀利，燒到通頂啦，燒到冚聲啦啲火，好嚴重咯，燒到
根本都救唔到，消防車都嚟咗，救唔到啊！起火嘅宏福苑屬於房委會居屋，上世紀80年代初入伙，近月進行大維修，包括外牆批盪噴漿同鋪紙皮石，接近完工階段。無線電視記者譚美儀報導。嗱，記者譚美儀咧仲喺宏福苑㗎，交俾你講下最新嘅情況。咁目前距離警方起火接報，下晝起火接報咧已經係超過咗7個鐘㗎啦。咁仍然係仲未救熄，有多人被困。咁咧依家救援工作係仲進行緊。我哋先睇下宏福苑最新嘅情況。咁見到啦，依家已經係入黑，可能畫面未必睇得好清楚，但係咧現場咧仲有唔少嘅黑色濃煙升上半空。咁唔同大廈嘅不同位置咧，都係有一啲火光冒出，不時有一啲灰燼咧係跌落嚟。我哋畫面見到咧，呢一座大廈有一個中低層嘅位置咧係特別大火㗎，持續咗超過2個幾鐘。咁我哋懷疑咧係有火攻入咗單位，助燃咗個火勢。咁消防咧喺過去嘅時間咧都不斷向呢個位置射水撲救同降溫。我哋講翻整體嘅話咧，由下晝到依家，我哋觀察到火勢都係比較反覆，時大時細。但係咧，如果呢1-2個鐘嘅話咧，火勢已經係比較細咗好多，但仍然咧仲係5級火㗎。咁我哋提大家，大埔區內咧係有6間中小學係宣布聽日停課，包括中華基督教會馮良傑紀念中學、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聖公會縣鄭夢芹小學、靈糧堂劉梅軒中學、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保良局田家炳千禧小學。由於救援工作仲係進行緊，多個路段咧都需要封路。居民咧聽日出門口要留意翻交通嘅最新安排。我哋會現場繼續跟進火場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